Maraos toko Ay, ho. toki to pakainya I saliran malarizai. Anini milaho kita ci longkangan nanay ira ko tungal to fana to ni o cawai to ni misa amisa iti ya iho saka nanay itini kita mi arai ci longkangan。我们感谢龙康今天又是我们要去能够吸收到你很多关于这一次你所用的这些什么独木桌之类的，然后在我们过去阿美族的交易就是经济交易这一块让我们很多的认识，谢谢你。好，谢谢龙康。谢谢老师。好。那各位伙伴，我们又到了这一次上课的见面。那这一次呢，我会把的资料做一个整理哈。这一次的主题是一个多神崇吉信仰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表征。然后呢，在开始的时候，我还是要把上一次有一些不足的部分做一个整理啊。前一堂课里面当中呢，我说到说我们在东海岸会透过独木舟作为这个移动的工具。那这个独木舟的文化是涉及到就是一个关键点就是说它是我们东海的微型经济网络的一个重要的物件。然而国家治理的因素造成它的断裂性有哪些？首先，我们从荷兰人的斐德中尉日志里面当中就已经有记载当时跟我们东岸有密切关联的是巴塞，也就是凯婷上那个就是之前所说的那个跟东岸之间的活动是很频繁。事实上，我们从翁佳音所翻译的这个斐德中尉日记里面就发现到，是当时的巴塞他们就有搭乘着编译艇。巴塞那编译艇叫吉隆，吉隆的意思就是有翅膀的，就是凯婷说的螃蟹船。然后呢，它甚至有往返婆罗洲跟印尼这方面的记录，也就是说，荷兰人在治理北部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发现台湾原住民族有搭乘独木舟，然后就是向海外方面去移动的这样一个文献记录。那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这过去一直很频繁的这一个网络它断裂了。那我们知道说，我们从加里湾，然后一路呢，从由东往南方面的时候，经过大南澳溪，再到崇德，另外呢，再往南一直下去呢，会经过几个地方，比方说，花莲美仑的这个港尾鼻。然后呢，再往南呢，就会到了这个水莲到水莲，然后再往南走呢，大概大致的这些点，一直到金浦、猫公，然后到南田、到丰港这一整条这些溪流河口的海滩的一个湾之处都有这个原住民族在交换的这样子的文献跟口述历史的出现。那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些东西消失？那我跟大家就做一个历史的分析。首先就是说，荷兰人的部分就是说在治理的时候就曾经发现东岸的原住民族有过就是很频繁的独木舟往返的这样子的一个记录。然后到了清代的时候呢，首先就是施琅为了抓郑成功，他为了平三藩之乱，在1655年到1683年的时候，他实施了海禁。所以实施了海禁，就是在沿岸的族群，他要退到3到10里。然后呢，接下来呢，第二次实施的海禁，就是因为有海寇之乱，所以呢，就是实施了南洋禁海。这时候，台湾原住民族也深受这个其禁。然后在1723年呢，为了要安民萧道，就实施保甲制。所以保甲制呢，也就是日本人所说的州金
周金的金呢，就法律的律，把双人去掉变成水，它就是把台湾原住民族的这种舟船一类的交通工具，它把它编号保甲哦，那就是有那个船队里面当中有这个保甲，也就是这个船长，那经过申请，然后呢等等繁复的手续呢，来禁止原住民族在东岸的移动，然后呢，接下来就到西岸的部分了哈，就是说有一个那个大甲西番哦，为了平大甲西番，那为什么西部的部分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我们知道西部的所有考古遗址都有来自台湾东部的玉跟这个黑陶，那西部的那种土质是没有办法烧出黑陶的，那到底这些黑陶是怎么运过去的呢？所以这个部分呢，它就是为什么西部的黑陶那么稀少，就是我们就发现它从清代的纸以来开始往西部延伸的时候，就从1733年到1733年开始，它整个海防几乎都是冻结的状态，所以导致于东部的这个商旅或者是那个个体户或者是交换的这一个那个群都没有办法向西部移动啊，所以它就是体现了1733年的这个大甲西番乱，然后1786年的林爽文民变。这个林爽文民变，它这个是造成的范围很大哦。好，那个它就是因为官怕民嘛，然后呢又怕说这些民呢跟原住民族之间有结合，会造成番乱啊，所以呢，它也就是更加强了海禁。那再来就是从1733年之后就发现了很多的民变嘛，哦，所以他就在沿海设防，然后呢，然后就慢慢渐进的，就是各个海都有海，就等于现在海巡署哦，然后呢，这个就加强防务，一直到日本时代，在1898年到1945年之间，日本人登台之后就已经开始实施海禁了，所以又更增加的就是限制了台湾原住民族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整个交流。然后1945年国民政府到现在，首先它就是动员戡乱，就是设置海防，就是实施戒严。然后接下来就拟定了很多的方法，什么东岸的风景管理法、人文景观法、土海法、国土计划等等的这些法规，基本上到目前为止，台湾原住民族的经济命脉的主要的代表物就是这条独木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国家治理，所以导致它断裂了，这样子。所以我做了这个表，就是让你们就是说在历史上面有一个回顾。那接下来呢，那个我们常常在讲到说环东岸到底你能够证明什么？然后呢，我这边提出了一些就是我们研究经常所使用的证据了哈，比方说这一个是我在这一个东岸的这一个大南社的出海口，也就是资本系的出海口所就是说所采集的啊，这是真正的就是不是台湾玉螺哈，这个是新几内亚的史前玉螺啊，这个就是作为就是东番甚至到西番了哈，他们所使用的这个贝币，啊，这个就是马兰社的白树，这个右手边这两个。右手边这马兰社的白树，那事实上日本时代也有对这方面做研究啦，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贝币的这些部分，然后这个部分就是说他的报道就是重摇奇来平原7个社的做独木舟的这个祭典啊，事实上他这个祭典我们翻译完的时候就说他就是一个下海啊，他是背着船下海，也没有实际体现他的祭仪啊、神谱啦那些就是比较专业的神职人员在做的这种仪式跟文化的内涵，然后呢，然后这个就是在贝壳的部分就说明了我们过去在东岸沿岸的时候所使用的这种交换价值不是那种汉人或是外来人所使用的那种钱币的概念，而是一种交换的价值，然后这种贝币它是一种怎么讲？它就是一种信用的标的物。那
在这一本书里面，就是深田纯太郎里面就提到了哈，他讲西几内亚的一个部落，然后呢，他这个部落里面当中，他就有沿用贝币，但是原来这些土著嘛哈，他就是用这个贝币去交换，是通行的。然后呢，这个贝币呢都不是在地的，都是在很偏远的地方去拿来，以防就是伪币。所以在这个南岛民族里面，其实这个使用贝币的部分还是有很多的规范性，但是呢，这些贝币呢必须呢到银行里面取得标签，然后呢才可以去转换成金钱。因此，贝币到这个时候呢就流变为代币，它跟我们过去史前时代我们所使用的那个贝币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哦。然后呢，这一个是在大南社所检出的这个真正的琉璃珠哦，他们叫做摩尼蛋，是贵族之珠。然后呢，这个是阿美族的这人面烟斗哈，它是铜器，这是太巴朗部落采集的，或是南东河部落所采集的，这些都是过去在环东岸礼物交换带就是必备交换的物资哦，这个是大部分典型的家族里面都会保存的。大家回去不妨回去问你的阿嬷，或者是比较年长的耆老，他们尤其是女生女系，他们都会有收藏的这些风俗。那只不过是因为近几年因为经济的一些变异，所以有些人呢就会把它变卖给这个文物贩子啊。基本上文物贩子那边也可以查得到说这个东西是从哪一个部落里面所检出的。然后再来这个左边的这一个大南社的黑陶，那我们知道大南社它现在的东兴部落，但是大南社他们在荷兰时期的时候有一个西鲁凯族的分支，分布到现在的屏东雾来乡，他就从大南就是走过了这个大鬼湖，然后跟小鬼湖，然后走小鬼湖过去的呢变成这一个西鲁凯族。走大鬼湖过去的这个现在的大武部落变成是原来的东鲁凯族，它这些鲁凯族里面都有从这一个东岸带去的贝币跟这个黑陶的风俗。那我们去比对，发现那个黑陶啊，就是太巴朗黑陶或者是那个猫公黑陶，哦，就是这两种典型。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部分，第3张照片就是我还原的。那个台湾黑陶目前典藏在世界南岛民族文化资源中心。那这个是中央研究院对于太巴朗他们去研究的这是手绘图啊。你们看这有耳朵都是近代陶啊，这个是无耳陶，这个是过去而且这无耳陶目前在西岸的其他的族群里面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在其他的族群里面看得到是无耳的黑陶是典藏的比较多。那就说明了，过去黑陶的故乡就是现在的猫公、奇美、太巴朗。然后呢，过去就是在有耳朵之前，它往西岸跟东岸送出去的是这种无耳的黑陶。然后另外呢，这个就是分布在越南跟台湾的这个玉蕨，好，它长得很奇怪的3颗星，那中间挖个洞啊。这个部分呢，我们在东岸也看得到，所以说明了有这个东西跟越南之间的往返的关系是在过去是相当密切。那其他关于玛瑙、铜器、青花瓷、玻璃、陶磬跟安平湖、烟丝甚至银器，我相信在各个部落的一些比较就是的一些有那个家世比较显赫的那些母系的部分哦。你们可以去探查或者去访问，你都可以找得到这些东西。好，那讲到这个独木舟，我就是讲到说，上个堂课我就讲到说，鹿野忠雄找不到独木舟嘛。然后呢，这个部分呢，这个是这本书里面当中大概就是有讲台湾阿美族的独木舟，然后呢，他出了一个就是专书。然后呢，这里面就是对台湾原住民的独木舟有说明啊。另外也有讲到说，我们用独木舟是在就是岛内外，然后呢就是实施这个经贸活动。好，那个这边呢，就是本来有一个海神记的歌谣，但因为我等一下说明，然后等一下有时间放给大家看。然后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阿美族多神崇吉信仰的表征。现在这一条独木舟，就是近100多年来，就是不透过一个木钉，不透过一个铁钉跟这个化学的树脂，就是用传统的技术所打造的独木舟，它是唯一能漂浮在水上的。然后呢，你们看这独木舟这个地方有一个神谱，这个神谱这上面这个地方是一个航针，这边有一个洞，船长呢就是从这个洞呢来瞄准星象，然后呢跟船长的爸爸或者是船长的船长，然后就是做一个交接，然后他们就会用一些树枝图或者一些就是做记号性的东西，因为没有文字，也没有图，也没有书，也没有地图，所以呢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传承那个渔区的所在。然后这个神谱下面这边有16个神位，那这16个神位怎么来的？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说明。然后这是它的正面照，这是它的侧面照，然后这个是目前就是我们所能够唯一就是保护，然后所能够保留的这一个那个多神崇吉信仰的一个证据。好，那这一个呢，就是它的神谱，它总共是16个神。这一个右手边的这个叫沙瓦朗奥，然后呢，它就是8大神祇里面的第一个神，叫做海神。那沙瓦朗奥他娶了这一个女神，叫做李迦，她是暴风女神。他们2个人的结合，生下了4个孩子。第一个孩子纳达艾，他是独木舟神。你们看这边下面是一个断裂点，那说明了后世呢对于这个独木舟神的这个后代，他是不奉祭的。那为什么不奉祭？主要原因是独木舟它在洪水的时候是用来逃难的时候，但是平常的时候它是用来装米的，所以呢，大家那些老人家就认为说，装米代表一个太平盛世，可以远离灾害，所以他们就不希望说独木舟就是说一直来用于这个灾害上，所以呢，在神谱上面它的字是断裂的。然后第二个咖喱瓦善的意思，它是雨神，然后呢，他生下了5个孩子，然后呢有暴风雨啊，有这个微风雨啊等等的。然后呢，雨神不奉祭，为什么雨神不奉祭？因为长期的下雨，植物不能生长，动物不能繁衍，所以呢，这个祭司的家族就是这样子口述交代说，这2个神的后代是不奉祭。然后再来这个马拉里豆他是风神，他生了6个孩子，分别是马西外、沙利秀、瓦拉吉瓦兹、马登放、马霍瓦斯、对绕。这个对绕是翻滚。然后呢，这总共6个孩子，他是在航海的多神信仰里面是占最多的，所以说明了过去在航海的时候跟这个风神信仰的这个体系有相当的密切的关系。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弗拉拉嘎斯呢，他生了4个孩子，分别是马古善、马苏会，还有马苏麦跟萨拉瓦萨这4个孩子，总共加起来是16个。那么在106年的时候，纽西兰的毛利族来到泰巴朗做寻根之旅的时候呢，他们有提出一个问题，他们问泰巴朗的王成发头目说，你们有几个海神？然后因为我是做这方面研究，我就被叫过去。然后呢，我告诉他说，我们有16个海神，已经知道的是有这16个海神。然后呢，他说他们800年前从台湾过去到纽西兰的时候呢，因为好像跟那麦克罗尼西亚语系做通婚，所以他们剩下8个海神。然后8个海神的名字跟这16个海神的名字有些那个词跟音很相近，只不过差别是我们是做成神谱，他们的神是长了翅膀变天使就是说时间跟空间还有语言的流变
当然文化呢就会产生差异性。当然，我们今天所讲的是一个比较，就是中心母语群，也就是萨拉塞这一个氏族，它的这一个文化不包含全部的阿美族。好，那我们现在呢，来听一下这首歌。那希望呢，我把它放2次。那希望各位同学考考你的听力，然后我们把它翻译看看。好，请准备纸笔。咿呀吼哎呀吼哎哈哈，咿呀哦哎呀吼哈哈，咿呀吼哎呀吼哎哈哈，咿呀吼哎呀吼哈哈，咿呀吼哎呀吼哎哈哈，咿呀吼哎呀吼哈哈。Ini koreno masalau kami, ira kota amai apari omarari to. Iya ho ayan ho ai ha ha, iya ho ayan ho ha ha. Iya ho ayan ho ai ha ha, iya ho ayan ho ha ha. No ini koreno matarau kami, kamu wawa no pari agarang lah. Iya ho ayan ho ai ha ha, iya ho ayan oi ha ha, iya ho ayan ho ai ha ha, iya ho ayan oi ha ha. Iso o kariwatagawa akakarian. Udarang ko sa pitana niya, so sa kangay niya. Hiya ho ayan ho ay ha ha, hiya ho ayan oy ha ha. Hiya ho ayan ho ay ha ha, hiya ho ayan oy ha ha. Pinaka ay sa kawasan akakatayan. Kakainin ko tani-taniyan sa tanga ay tamasa. Iya o ayan ho ay ha ha, iya o ayan hoy ha ha. Iya ho ayan ho ay ha ha, iya ho ayan hoy ha ha. 好，有没有人听不清楚的 ？Hello， 我问一下哈。好，孙秀兰同学听得到吗 ？Hello， 没有声音哦，听得到吗？凯明，可以，听得很清楚。好，那我们现在再进行第2次播放啊。这是一个古调，如果能够很顺利的翻译出来的话，以后对教学是有帮助的哦。再一次。Iya ho ayan ho ai ha ha, iya o ayan oi ha ha. Iya ho ayan ho ai ha ha, iya ho ayan oi ha ha. Iya ho ayan ho ai ha ha, iya ho ayan oi ha ha. Ano ini koreno masalau kami,
呀吼哎呀吼哎哈哈，咿呀吼哎呀对哈哈，咿呀吼哎呀吼哎哈哈，咿呀吼哎呀对哈哈。No ini kurano matarau kami kamu wawano bari agakara dia ho ayan ho ai ha ha dia ho ayan oi ha ha dia ho ayan ho ai ha ha dia ho ayan oi ha ha iso kai wa tagawa akakare a O darang ko sa pitana niyan, to sa kangay niya. Hiya ho ayan ho ay ha ha, hiya ho ayan oy ha ha. Hiya ho ayan ho ay ha ha, hiya ho ayan oy ha ha. Pinaka ay sa parang 抱歉，抱歉，hiya ho ayan hiya ho ayan ho ay ha ha, hiya ho ayan oy ha ha. Hiya ho ayan ho ay ha ha, hiya ho ayan oy ha ha. Iso kai wa tagawa akakarian O darang ko sa pitana niyan, to sa kangay niya. Hiya ho ayan ho ay ha ha, hiya ho ayan oy ha ha. Hiya ho ayan ho ay ha ha, hiya ho ayan oy ha ha. Pinaka ay sa karangasan hanggang tangtangan. Pagkakainin ko dami-damihan sa tanga ay tamasa. Iyaw ay ano ay ha-ha, iyaw ay ano ay ha-ha. Iyaw ay ano ay ha-ha, iyaw ay ano ay ha-ha。好，各位伙伴，经过刚刚的这一个古调的欣赏，那我现在想要提问哦，请问一下，这首歌里面当中，那个你们听得出来有几个人的姓名、人的名字？有没有人可以回答？龙康你就点名，他们不好意思讲话，你不好意思直接哦，好好，那我来点一下，我来看一看啊，这边，还有看看这个，金川啊，金川有没有在？金川老师在不在？金川老师在不在？有，嘿，那你听得出有几个名字在里面？我听不太出来，听不太出来。是，嘿，好，那这样子，我请凯明把它连接给你们，你们自己回去再听就可以啦。好，谢谢。对，有没有人要分享说你听得出，就是你的那个听跟翻译的功力，然后我们看有没有人愿意发表。
你不然那个龙康，你问那个吕淑梅老师，她的主语超级好。淑美老师在不在线？淑美老师有没有可以翻译得出来吗？淑梅老师，你麦克风要打开。喂喂，有听到吗？有。好，我刚刚听到是说是4个名字的一个活动，是不是？再来就是说，出海，希望能平安。我请那个傻料是在我们的部落是一个，怎么解释那一个？是一个神明吧，就是说我们用这样的神，挡住你这个恶魔，是不是有这样的那个语言啊？对，有这个里面有仪式的概念在里面。嘿，对，它就是很多仪式，是不是？对，那就是说哈，这个名称我刚刚有跟大家讲过，有16个海神，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他们正在发生洪水的时候，然后呢，他们从本来样的这个地方漂流到这个丰滨去，然后他们感到很害怕，这样子啊，然后呢，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就期望就是说那些神能够保佑他平安的登陆上岸，然后呢，那有一些比较调皮的，他就希望他不要捣蛋，然后就是让他能够平安这样子。对，那这个歌词就其实就是他的古调的他的那个语境，其实就告诉我们重点，第一个是洪水，然后第二个呢，他是无助，然后第三个他可能面临死亡，然后接下来他渴望的想要登岸，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就会发生在心理学上就是一种灾害症候群，所以你会就是当人类无为而治的时候，只有求助神明了。所以这个歌它体现的就是表达人类对于最忠诚的那种人性嘛，这样子。对，我是有听过这样的歌古调啦，可是都是很老一的人有唱过，但是没有解释给我们听这样子。比如说他要在赶鬼还是什么，他会唱这样的古调。对他这个部分哈，原本就是说他是怎么采集的，我跟大家报告。他这些歌总共有14首，那是因为太巴朗的那个祭祀家族哈，他们原本就是从这座山迁下来的，然后一代一代的传啊。他这个家族，他们整个太巴朗，他就是撒拿塞氏族啊，然后呢，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的用传啊，但是用讲的可能呢，就是会记不住，所以他就用唱的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那一个有一些就是虔诚的这个天主教跟基督教，然后反对这种泛祖灵信仰的东西，所以它就变成列为禁歌。嘿，那所以我们就是花了30年的田野调查去把它挖出来的这样子。对啊，所以才有办法知道说它里面到底在说什么这样子。然后我们从这歌谣里面当中就已经体现了过去的祖先，因为我是第62代，那用人类学来换算的时候是1200年，所以这种语言所传送的东西，可能经过时间的流传，当然它内容会有变动，但是它就是这首歌就是古调团他们拼拼凑凑把它拼出，它一共经过了2次的修正啊。对，嘿，然后龙康是这里他讲的说基数古卡达拉瓦尼亚，这个基数尼那是指谁啊？那个是指神啊。哦，就是唯一的神就对了。对，这指马拉道啊。那为什么会怕他呢？
应该是保护才对啊。这个部分因为我们从那个有时候我们很难去理解那个祖先他们所留下来的文字，它到底在说明什么啊？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子唱，他就是我所收集的资料，就是说他就是要你站在那个独木舟那边去感觉到害怕的时候，然后把那个感觉唱出来，这样子，对你才可以了解说洪水的可怕，这样子。所以他应该是自我对话这样子。还有就是他们有一个片段是嘎木五娃娃努法利，你们这些风的孩子，对，就是这16个吗？对，他们就是风吗？对，因为我讲过，过去有远航，在风神的信仰，然后也是最多的。然后风神呢，马拉利多了，他有6个孩子，那6个孩子里面就是有微风、有飓风，还有会翻滚的，这样子，总共有6个神，6个子神。然后呢，这里面当中呢，他们很害怕那个会翻滚的那个神啊，所以就希望他不要调皮，然后呢，让他们就是目标，因为我们所知道现在的那个吉兰哈山那边有那个一个灯火塔，他们有首歌里面有讲到说要去找那个白色的石头，对，所以这首歌应该来讲就是说那一对兄妹或者是姐弟，他们的在海上的时候的自我对话。他最后的结语就是嘎达拉万尼亚姆阿嘎嘎里安恩。对，他说我们的确是怕你不要就是对他们有什么伤害的意思。对，就是那以前过去老人家就说我们跟大自然是共治的关系嘛。然后呢，我们因为人类呢，就是那个他的故事就是海神的这个第4个儿子爱上了一个发光的女人，然后他去迎娶她的时候呢，因为妈妈她是海啸的女神，暴风雨神，所以就引发了灭世的海啸，所以逼着他们必须去漂流到这个从甲地漂流到乙地，这样子啊，所以那一个他才会就是在漂流的过程去体现出那个人的力量没有办法战胜神明啊，所以就产生了那个信仰。对，那这个海记跟这个歌有连结吗？有，因为我们是总共是有14首，它每一首呢都在讲那个故事，就从漂流的，然后上岸的，然后就是我陆陆续续会放出来这样子，可是我只能放出7首这样子，因为有纠察队好了，龙康，谢谢你啊，不会，因为有的是地域上的关系，语言有些差异，所以有时候会听不清楚啦。没关系，我等一下会给大家翻译。尤其是人的名字更不清楚。对，因为我们有44个氏族，那个方向来源都不一样，语言也会有差异，所以我刚刚就讲说，这只是其中一个部分而已。对，它不代表整体的。对，了解。好，还有没有同学要分享的？龙康老师，我有一个意见，是想法，是，就是说这首歌，就是刚播放的这一首歌是它的年代有多久？是教会来了之后才有的吗？没有，教会之前就有人在传唱，然后那个传唱者是我的祖父母啊，然后他就是到太白郎乡音合唱团来录的时候，他们就是有唱给他们，结果他们不敢唱啊，因为有一些宗教上面的一个那个规范，所以就把它压箱了。那因为这几年我去做研究，然后呢，我们就提到这个，那个时候的年轻的那个乡音合唱呢，现在就变老了，然后他们愿意挑战。所以呢，这些歌呢，它是残缺的、拼凑的，它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呈现那个当时报道人他们所唱的那个整体的
所以我就是刚刚说过，随着时间跟空间，还有这个社会的改变，这个传唱的这个歌也会跟着改变这样子。因为我刚刚听我以为是教会音乐，因为刚刚的古调它有一个哆来咪发的音，我们的古调是没有发的音。因为现在唱的都是那个天主教所以是被改编过的。对对对，因为他们原来认为，我等下把原来的词给大家，他们就认为说原来那样子唱起来很生硬，没有那个就是神律啊，他们认为，所以加了这个会加了一些元素在里面。那因为我们在拼凑的时候呢，只有片段的几句，然后呢再把词找回来的时候，我们透过那个就古调乐理专家，然后呢把它就像缝衣服一样这样子，然后一直唱到那些当时有听过的那些年轻的乡音合唱团去验证它，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其实高老师，其实现在做古调的没有一个族群或没有一个个人能够完整的呈现他的古律啊，都会经过改变啊。对，那我觉得可以不要发，因为那个发一听就是教会的音乐。对对，因为那个现在那些都是长辈啊，所以没有办法，就是说要他改，他会生气。对，但是我有他的旧词啊，我也把它翻译出来。OK， 我没有别的疑问了。对对对对，你这个问题真的很好啊。对啊，这是语言学，没有错啊。好，谢谢老师。对对，谢谢你哦，高老师。好，现在现在就是凯明哦，他提了一个问题很好，他说从本来样这个地方漂流到猫公哦，不是猫公哦，它是吉朗赛，吉朗赛是巴里湾山他说大概距今多少年？那个根据地方的田野调查在太巴朗系谱里面，到我这一代是第62代，所以呢，比如说他目前为止，自己答案拿出来的系谱是68代，可是我去查呢，前面5代呢都是神明的名字啊，就第6代才开始有人类的名字所以大概就是说1200年，然后呢，我们在这一个太巴朗的发祥地萨萨盖这个遗址里面去检核它的年代也大概就是在1200到1300年的时候成色，所以你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样子作为一个参考的指标，就是说它漂流到吉朗赛的时间大概在1200到1300年前这样子，因为他们在山上住了2代才下来嘛，对。这符合当时的气象学，就是那个纳尼拉效应，就是海退期下来的时间也刚好在1300年左右。然后另外就是说，在萨萨盖的遗址里面的年代测试也刚好这个时间点在这个新石器时代晚期跟这个铁器时代初期的那个接驳点，大概就在这个时间。然后萨拉塞氏族也有人说是法塞氏族，但是也有人说是不同的氏族。那所以有可能萨拉塞里面当中有法塞，也有可能法塞里面当中有萨拉塞，或者是他们根本就是同一个氏族，这个很难定论，很难定论。这样子，那太巴朗就是说他的指标氏族就是现在的东附部落。跟一部分的北附部落，当时成色的时候，这边的记录是43户，那这43户都是从那吉朗山下来的，所以他们都是统一都是萨拉塞氏族。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一批，就可能来自于那个高雄屏东这一带的马卡道族，有过一个可能有过一个集团通婚的一种现象，所以才有萨萨盖遗址。然后呢，之后呢，就是巴厘岛，因为巴厘岛分布的位置呢，在整个东附部落群里面当中的一小部分，所以说明了他们就是早期来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太巴朗的氏族分布越边缘的都是越晚期到的，大部分都是咖利亚湾的，
然后所以呢，现在的南富村跟西富村有多数都是噶里亚万的，那也有其他的氏族，然后呢，这个都是晚期移民啊，所以他们这个家户里面几乎都是当时泰巴朗的，就是第3等跟第4等的公民嘛。第3等呢叫做那个巴克扎亚了，那另外还有一个第4等，就是它的分布的点是在比较丘陵的地区，那个叫做那个吉德赖这样子，所以从这个地点的分布，再加上祈祷的口述，泰巴朗的公民是分为4个等级啊。那核心地区就是撒拿塞，就是在现在的东部地区啊。但是这些东部地区呢，又在荷兰的时候去放牧，分布到现在的巴奇，到现在的丰滨，所以现在的泰巴朗其实是一个多氏族混成的一个部落。好，那我们现在呢讲到这边之后呢，我们要那个，我们现在要继续走下去。刚刚好，这个部分，这个歌听完了以后我跟大家说明一下，一开始就跟大家讲，因为这个古调收集不易，然后呢，传唱的老人呢，他不会就是说要完全按照那古时候的乐理去传唱，然后他们可能会做一些修正，所以就会造成现在这种问题。那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是尽量就是去把它去缝合。我们很诚实的讲，我们不可能就是告诉大家这个就是古调，但是我们很诚实的讲说，任何一个民族，它这个传唱千年的东西一定会有改变，那个叫做流变性，这是不可免的。对，所以这个问题，那个高老师的问题，这就很棒。这个在人类学里面当中，就是只能说它尽量符合客观性，可是它不能代表全然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说，这首歌词原来呢是由王信元这个耆老，他现在已经往生了然后他在2001年的部分采录的啦。然后呢，我把它翻译出来，就是说他原来的唱就是说，洪水来的时候我们很害怕，然后有很强的风是马拉里杜，然后他的孩子分别是马西外、萨利秀、瓦拉吉瓦兹、登放、马霍瓦斯跟杜伊绕然后他说他们在船上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调皮，然后要希望保佑我们平安到达吉兰阿善。然后呢，那因为噶里瓦善是风神，然后呢，所以他用酒呢去敬这个风神，然后呢，再邀请那个噶里瓦善是雨神，然后呢，他再用酒呢去邀请这一个那个风神马拉利杜，然后呢，再请他的孩子其中一个叫做马苏会，然后呢，叫他用云来挡住风。那再来就是说，希望下雨的时候呢不要有风，就是他另外一个孩子叫马苏麦。然后最后请纳达艾纳达艾他有一个孩子，纳达艾就是独木舟神，他有一个孩子叫萨拉瓦萨。最后请独木舟神跟那个萨拉瓦萨也是那个马拉利杜的孩子，叫他不要翻滚，然后希望保佑他们平安到达吉兰阿善。这个是他的整个歌词的原意。然后这四句这一段呢，我大概就是花了大概5年的时间才把它拼凑起来的，不知道有没有错误啊？但是从里面的那个神明的这个检索里面当中，我们发现到这一个在修固兰大词典里面它是不存在的。然后呢，这个就是使用神语的话，大部分就是古南岛语。然后呢，这个使用神语的家族大部分都是祭祀家族，所以一般的族人呢，可能呢他就是比较没有办法接触到。然后呢，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蛮珍贵的田野调查的一个成果。那我分享给大家，就是希望说，因为你没有拿出来，你没有办法体现到它的整个多神重级信仰这样子。所以我们再回过来看我们自己的文化，来看看。我们知道林默娘就是妈祖，然后汉人来到台湾几百年，对原住民有没有影响？那妈祖他是单一神奇信仰，
妈祖它是单一神奇信仰，然后跟我们阿美族的这一个多神重级信仰是有极端显著的差异性然后这个我们有一些族人他的信仰还有这一个文化当中呢，也是不是有受到他们这些非阿美族的族群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这部分还是需要另外去填调才会发现到。但是目前从这样子的一个发现里面来看，在初始的时候的这些祖先，他们可能存在的是一种多神重级信仰的可能性比较多了。它跟那种局部片面的一种单一神奇信仰当中，然后体现的是完全的不一样这样子。好，下一页就是说，所以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一个独木舟环东岸，然后再来就是说海神的这个多神重级信仰，然后我们来把它整理一下整理一下，我们发现到这个信仰就是说沙瓦朗奥呢，这个目前从事有关于这个神媒方面研究的他的学者他认为说沙瓦朗奥跟沙巴朗奥之间是连结的，所以说明了阿美族的这个海洋活动跟这个泛灵信仰当中呢，跟这个海神之间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然后呢，那个捕鱼神弗拉拉戈斯是他的儿子，然后这个儿子呢，他又爱上了这个发光的女人，然后呢，他认识她5天之后呢，去迎娶她的时候呢，引发了一个灭世的海啸。那我想请问大家，有没有人知道海啸的母语怎么拼？鲁利斯。对，然后很棒然后呢，在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呢，这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他体现了出绝望，因为他面临死亡。那有没有人能够用古南岛语拼出绝望这2个字，这一个词？没有对啊，所以绝望是神语嘛，对不对？然后呢，他因为漂流的过程当中，他侥幸幸存了。其实他们漂流过程幸存还有一个典故，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说明。然后登岸了，侥幸登岸了，有没有人有办法翻译出他的词？没有关系。那我们刚刚都知道，他在漂流的过程当中，他形成了信仰，然后变成了一个风俗或者是口碑等等的。那因此，绝望跟登岸这2个词，你就必须要到这一个就是祭神的家族，而且他必须是那种就是那种相关的，你才有办法查到。但是目前为止，这2个字已经是断裂字，但是确实有。然后呢，我可能要问一问才会给大家答案。然后这个我们就跳过去。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一整个整合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里面当中，我们知道它发生的这个过程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一个当时这个漂流到这一个吉兰哈善的这个氏族就是撒拿塞。然后这个撒拿塞氏族最后分成4个部分来迁徙，然后呢，这个氏族的这4个部分后来被那个人类学者就是论为中心母语群这样子。那所以说这一个它散布的不但是一个文化，同时呢也是语言还有文化的一个传递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事实上这个结构是我们大家就是要必须非常去注意了解它，因为你要了解它之后才有后面的问题。然后刚刚所讲的部分呢，就采录在这个泰巴朗片假名手抄本第1章第1到10节，第1章第14节到第20节。
然后呢，这边有就是这是在抄的，在誊的，原本的那个宣纸的手抄本哦，它已经就是坏掉了。然后这个是在民国84年的时候重新誊写的。然后 A 册呢，它是用这个小楷毛笔写的，还有那个签字笔。然后呢，那个 B 册呢，它是用那个签字笔，黑色签字笔去誊录的。然后呢，刚刚这个多神重击信仰里面当中，这谈论的那首歌曲里面当中，就在这个范围内啊，说明了那个唱歌的人，还有写故事的人呢，他们的故事的来源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因为它是1912年的这个文献。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看，从刚刚的那个多神重击信仰，我们强调它结构跟过程当中，我们来看这个图，他原本住在板奈样的这个地方，他在旧的地方呢，然后也有人就说把它当成萨拉塞的，就是说它是原来的地方哈。那事实上到吉兰山之前的前一站，它是板奈样这个我讲的是这一个目前我的这个报道的事主。然后呢，他因为发生了洪水，他必须就是要逃生，所以他透过了舟船一类的漂浮物，有人说木臼，但是我们经过古南岛语的比对那个鲁浪这句话现在呢有被演变成木臼啦，棺材都有人在用。事实上鲁浪可能就是那个古独木舟的起源语或是古南岛语，因为呢噶玛兰族啦，还有呢巴厘岛啦，还有卑南族，他们也都是使用鲁浪的那个儿音，所以你看他这样子流布的这个移动当中，连语言都移动了。然后呢，他们将旧的文化，然后呢到了吉兰山，是不是他把旧的他穿的衣服、服装、语言，还有他的阿美族的基因，还有船上带的工具，还有可能带了植物的种子，这些东西它从这个原乡这个地方，然后漂流过来，然后漂流过程当中其实是一种文化隔离的状态。然后再从过了这个隔离线之后，进入到吉兰山的时候呢，它不是登陆到整座山，它就登陆到这山的这一个三角形的小三角形的位置。那说明了它就是把旧的阿美族的物质文化带入到新的物质文化的地方。那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山的这个地方可能都是树木，所以呢他们上岸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发展周边的这个海平面的周边的这一个渔猎文化。那事实上就是他们将一个文化的种子从 A 地，然后呢迁移到 B 地，把它种下去。那这就是物质文化的播迁然后再来就是从那个歌词的那个语境里面当中，我们就知道他从这个原乡的这个位置，然后呢为了生存，然后迁移到吉兰山，所以他发展了这个就是渔猎文化圈渔猎就是非陆地型的物质文化。然后呢他原来的物质文化从 A 的物质文化到 B 的地方，他把它种下去，就是为这一个空间种下了文化的根。然后呢他把这个部分的植物或者是他所吸行的物件，然后呢看是有生命性的，可能是动物或者是植物讲的动物跟植物，可能就会联想到诺亚方舟那事实上全世界的这种神话口述历史都有这方面的那个脉络，然后我们就姑且不提。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说他把这个原来生物多样性又带到了这个吉兰山。然后呢这些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这些先人他把因为从那个阿美族的吉兰山的这一个考古跟田野调查里面发现它发源的时间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然后呢它透过漂流将语言带来了，然后呢把它的基因带来了，然后也把舟船一类的工具也带来了，然后呢渔猎文化的那种技术也带来了。
那另外呢，他还把他的姓名也带来了。那当然呢，他原来的可能就有在 A 地所保留的岁时记忆，还有他的传统的那个生态智慧也跟着带来。带来以后，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带来以后，在这个地方他就是要开发这个土地，所以他必须繁衍子孙然后呢，他带来这个地方之后，他种下了一排的9球木，叫人兽分隔线。然后呢，说明了他就跟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有做一个接驳。好，现在是8点下课时间，我们先休息10分钟再上课好吗？好的，好，谢谢各位。好，那我们就大概12分钟，我们就上课。好 ，OK。对啊，他就会这样。
好，荣康老师，我时间到了，我们开始上课喽。荣康老师的麦克风没有开。哦，他忘记了。他应该会听到啊。喂，我听得到，对，抱歉，麦克风没有开，抱歉。好，那我们现在回到课堂上哈，刚刚就讲到他从 A 地到 B 地，然后呢，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他把原来的生物多样化带到了吉兰哈山之后，但是因为吉兰哈山是一个新的地方嘛，它有不一样的动物、植物、土壤一些东西。所以它必须把它转化成一个新的这种传统生态智慧，但是呢，因为这个土地是狭隘的，因为它有人兽之间共同在这块土地上面，然后呢，所以它就会发生瓶颈效应。但是呢，后来还好，他们发展到第2代的时候呢，就是那个他们又生出了4个孩子，然后呢，所以就开始。瓶颈效应就是他们就开始迁徙，然后为什么会有瓶颈效应？等一下呢，会请同学翻译这一个那个母语，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会发生瓶颈啊。然后呢，因为这个时候水开始退了，所以他们就是利用水退的时候开始迁徙，然后迁徙到别的地方之后，也就是族群的分支。但是我们再思考一下，这是不是跟阿美族过去的这种比方说我们种田是种一歇三嘛，这个甲地收成之后，我们就会到乙地去，然后就是休耕3年嘛，就是说明了，就是说不单是种田啊，但是捕鱼也是一样，它就是不断的迁徙啊，就是说，所以说它这是在喂。所以它是初始状态的一个迁徙活动，然后呢，它也说明了它就是后来也会分支，然后它因为它带着语言走啊，所以那可能就会产生它的新的口述历史跟旧的口述历史，然后呢，再延续它的族群生命。它是让族群本来全世界各地的族群都是这样的，不断的迁徙。不断的生命的交替，然后不断的融合，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叫做物质文化的传播了。好，那我们就用这3个图来归纳今天的课程了。然后呢，这个课程里面当中说明了洪水，还有他们幸存，然后它传播的文化。那这个文化里面当中呢，就是我们发现到。那些先人最初始的这种信仰，有可能它的结构是来自于多神重级信仰，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多神重级信仰。然后呢，就是说，今天你们2年1班的同学表演非常成功，原住民的优美歌谣表现得很棒，很多老师都非。喂，没有听出来。喂，老师，刚刚没有听出来，应该是忘记关麦克风了。好，了解。好，那我们现在来回顾刚刚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多神重级信仰，但是呢，我们因为多神重级信仰，我们就必须要回顾前情，我们必须就是说去先从独木舟的海洋文化，被遗忘的海洋文化，然后它过去所遗留的这一个环东岸礼物交换带的脉络，还有一些民族处残传的一些记忆，比方说手抄本、歌谣，当然歌谣都是拼拼凑凑的，不完整的也没关系。口述历史、文化记忆、神话故事以及文献参考，我们将这些东西，我们把它归纳起来，事实上
就可以就是还原就是过去的一个文化的图像跟那个雏形。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教课的这一个的一个方式，就是透过这些的收集，这些资料的收集，然后呢去体现那个还要说明一下，就是刚刚一直在提到漂流登岸，漂流登岸，就是在告诉那个我们的后代哦，就是说要回到初始的状态来看过去，这样子，你要把自己就是还原到那个点哦，你才有办法去理解说他们那个歌词，然后呢所说明的那个语境的意义。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进行的那个作业活动哦，就是说我们找了一本书，这本书是跟这个发光女人有关系的哈，就是书名叫《会发光的女孩》迪亚马赞。然后呢，作者呢是那个泰巴朗的这个基督教会的牧师阿浪等人，他们在2011年所出版的这一个故事书啊，它是一个绘本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前面我们就跳跃过去了哦，就不再谈了。那我们就是看一下这一个第6页，有没有人愿意朗读一下？有没有人愿意要朗读这个歌词？还是要点名？点名，我看看啊、哦。点名的话，我来念好了。朱慧云同学有没有在线？有李老师说他愿意念，李老师啊、哦，好，李老师。啊，放出来，没有看到。没看到，这样看得到吗？哎，可以哈。Milalum cira to cacai arumias I lawas no riar. Matumus I atumu ku nanum. Cai paka kakui a pa para tangar a mi orong samaanan no mago hakini. Aki a ali 这个是阿里哦，阿里是好，起码3个米把障碍以大关难哦，他意思就是说，他一个人有一天他一个人是在这个海边里面去汲水，啊，马杜姆斯以阿杜姆就在瓮里面，他装满了这个水啊。在把嘎贵啊，把达拉nga就是没办法把它移到上面来啊，它的苗弄就是没办法背上来。什么安呢？诺马过哈给你，他说我要怎么办呢？我要什么方法？起码是按过米把它爱以打关案。又有谁来帮我的忙？哦，大概是这样啦。对，那个李老师翻译的非常精准呢。对啊，他的词义就是这个意思。对，那我要说明的就是说，提水代表过去勤劳女人的一个就是社会典范。那我们有没有发现到提水的时候？那个手镯啊，贵重的聘礼啊，传家宝啊，那个可能是银手镯或者是铜手镯，那也有用藤手镯。那我们通常要体现女生勤劳的时候，那个手镯放的位置在哪里？没有人了解哈？我们从这个对，就那个手镯。手镯哦，我以为是汲水的时候要抬上去，应该弄到头上啊。对，是它这个词是这样子哈，但是我们现在来模拟这个动作。以前古代的时候，妇女要提水的时候，头上会顶着一个藤环，然后呢，把陶瓮呢放在加满水之后呢，接下来也会有一个动作，就是把手镯
推到那个靠近手肘的位置。所以后来呢，有阿嬷呢就告诉我们后代说，那个手镯哈，就是很勤劳的就会把它推高，推到靠手肘的位置。所以我们发现到我们所剪出的那种手镯哈，跟那种贵辉环不一样哎，贵辉环不一样，它就是很口径比较大的，然后我们很少遇到那种口径比较小的。我们在环东岸的那个铜手镯，我们剪出最多，然后呢，我们都发现到那个口径是非常大，所以可能那个阿嬷讲的可能是对的，他们就是以前手镯不会放在手腕上，会放在就是手肘跟手腕之间那个位置，这样子。好，这是比较题外话。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下一段哦，这个翻译出来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它多神重级信仰是怎么来的。在第15页。好，这个部分我们线上有没有人要表现一下翻译的？凯明，你帮我点名好吗？点名了，我看一下。帮我点，对啊，因为我这边要跳的话看不到画面。啊，其实蛮多，有没有人愿意挑战一下？先问有没有人自愿，我再帮你挑了。阿力克啦，阿力克同学，请朗读。老师，我在。好，那请朗读。Mirakrum cira I cacai I rumiar I lawas nuriar matumus I atomo po nanum 阿力克，你念错了，你是不是念到上一篇了？在哪里啦？中间的第15页红字。这我没跳到啊。哇，那怎么办？那个乌拉和吉恩那个有看到吗？我再念好了，我再念一遍了哈。好。乌拉拉吉恩dinana kararamos no mita kararamos no mita I sakarima 不对呀，I sakarim rumiat 那这是什么 ？sakarim 是什么意思？少一个 A。Ini kaku aji kakak aku mi ditemu di sana. Yo mahrak tu mata teruk tu rumiat pasasiur tu milangui pasasiur milangui tarariarci Ferrarakas。对，有没有线上的同学可以翻译的出来？好，那这段话其实他就是说，那一个为了要让这桩婚事能够成功啊，然后5天之后，他就是跟他的哥哥要一起来接这个发光的女人了，就是那个弗拉拉嘎斯，然后他跟他的哥哥要去接那个发光的女人，所以5天之后引发海啸是这样来的。然后呢，他就是跟那个迪亚马站发光的女人约定这个时间之后，掉头就回到海里面去了。好，这一段就是告诉那个读者。就是传述，就是那一个发光的女人，因为跟的这一个那个捕鱼神，然后邂逅，然后他们就是当然是单方面的，是那个有点抢婚的意思啊，有点抢婚的意思，但是那个就是
看看，就是它就是说明这，当然我们不了解古代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但是这是一个从这个字面翻译来看，它是一个人神通婚的一个情节。那我们可能就是把它当成口述啊，或者是口碑，然后或者是神话来看待就可以了。但是呢，这对于我们的物质文化的一个价值观，它是因为让你就是回到初始的起点，然后呢，跟这个资本主义有所隔离，所以读这些东西基本上对于这一个沉浸式的母语教育是相当有帮助，尤其是对于那种国中以下的学生啊。好，现在呢，我们呢进行到第29页，29页哦，就是我们线上有没有人自愿要朗读的？阿力克刚刚没有发挥，给他发挥。阿力什么东西老师？哦，我看一下，是这个吗？2829，对。Katangatsaan tu ni taterkan sakarima rumiat pahal saan tu emang ku kekerayan tu na roh satu mama nai 等一下，妈妈来阿扎给那罗米阿阿吉都kamuruk，等一下，我的手机kamuruk ku talau nu ina atau mama soalin ku， 等一下，因为我用手机啊。没关系。Imatini tuji pararakas hau talapahal tataak satuku pipiyuk no pali miki hatia tu tataaku orar I kakasatuku kalau no ina atau mama Turang satu ku manu rumiar isang， 要解释吗？最好啊，欢迎。等一下很难呢，老师，因为我是用手机，然后又放大又放小，我觉得很像我跑错行了，感觉还是齐老师，你念得很好，还是齐老师翻译好了。好，因为我不是用，对。好，没关系，这一段的他的那个文意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到了第5天，也就是说，他跟那个发光的女生约定的那一天的日子到了。然后呢，刚刚讲过，因为他的妈妈是暴风雨女神嘛，所以他来迎娶她的时候，就发生了那个海啸，所以他那个天空会先变得灰暗，然后接着就是雷声就响起。然后呢，这个他的发光的女人的父母，他就说奇怪，这个天气到底怎么样？然后呢，就父母亲就开始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然后就怀疑是不是那个捕鱼神弗拉嘎斯他要来了。然后呢，接着就来一阵很强的风吹过来，然后雨也越下越大。然后呢，父母亲就更加的担心。然后天空也就更加的灰暗，也就是说，这个说明就是灭世的海啸哦，就是到来之前的那种景象了。然后这个里面的那个语境里面，我们去检索，然后就是发现了，就是有3连字啊，就是说有三个就是说担心的这样子的语境，就说明了说这一个家族就要处于到相当紧张的状态，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1页，因为你们要了解它这个我的那个内容的话，这个翻译的这个部分你就会对31页略掉。好，然后这个中间里面当中就是
现在第32跟第33页，就是他们因为海啸到了那个吉兰阿善之后呢，然后他们分支啊，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略掉了，因为跟那个今天的主题它是没有关系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第41页。好，这边有没有同学要朗读的？好，那没有关系。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朗读也没有关系，我资料会留给你们，你们在教学的时候是可以引用的哦。然后呢，这段第41页的部分，好，这边第一段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发光的女人啊，她被海水冲走了以后，她向北漂流，因为本来样的地方在南，然后吉兰阿善在北，所以她是向北漂流。然后呢，因为她身上会发光，所以，然后她的父母亲就在中央山脉的山顶，哦，然后依依不舍的跟着这个女儿，然后呢，就看着那个发光的女儿迪亚马赞哦，她就越飘越远，然后呢，她的父母亲呢就一直在等待，然后一直在想念，然后后来这一个就是飘到整个花莲的东北方了，然后就发现到那个发光的女人就没有办法再回去了。然后这个发光的女人就跟她的夫婿那个弗拉拉克斯就说，请你等一下，让我在这里向我的父母拜别。然后呢，这一个海水呢也顺应他的要求就而停止。然后呢，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呢，这个发光的女人就跟爸爸妈妈讲说，爸爸妈妈请你们留步不要再追踪我了，我被海神的儿子带走，这是一件注定的无可奈何的事情。以后呢，只要你看到东方的红啊，东方红啊，也有族人说是东方的月经或者是东方的太阳总而言之，就是看到东方有闪闪发光的时候呢，然后就请你们呢，就是想他走路双手前后摆动的那个模样。那这个双手前后摆动的这个模样，就是奇鱼记的动作那目前这个双手前后摆动的这样子的一个印记这种祭祀的动作呢，其实也出现在阿美族的，比方说洛城天丁，或者是呢有些人高榜，或者是一些婚丧喜庆等等的，常常会看得到这个双手或者是表演的双手前后摆动的动作。事实上，这个记忆的典故跟由来是来自于这一个发光的女人回头跟她父母讲说你们以后只要就是看到东边有发亮的时候呢，把这一个米糠撒到水里面，然后呢双手呢那个前后摆动，然后我所突出的泡沫就会变成鱼，让你们有满满的丰收的渔获。这样子，这一段就是在这个位置，在44页跟45页的位置。然后说另外他又讲到说，你们呢看到丝木鱼，丝木鱼在水中游来游去的时候呢，你就当作是你的女儿在双手前后摆动，大概就是这两段话的意思就是在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看第51页，有没有人要翻译的？好，第51页它的意思就是说，
迪亚马赞的妈妈就是这个叫做马达比达，然后呢，她对丈夫格胜就说，事情已经演变成这个样子了，然后呢，就让我变成嘎豆还是嘎豆，就是海藻树。海藻树目前这个植物呢，因为就是没什么经济价值，在花莲县目前呢已经是濒临灭绝，然后呢，它的数量已经慢慢的减少。那目前在吉兰山部分呢，还有我们有保住两棵在旧的坟墓那边，然后它的年轮都是很粗大，因为我们不敢查它年龄，就是因为要锯才会知道它年轮嘛，所以我们就一直保护它。因为这两棵树就是神话之树啦，因为这个他的妈妈最后变成树啊，然后呢，爸爸变成海鸟，然后呢，就是说明了，就是说这个地方他们就是无尽的等待，无尽的思念啊，然后呢，就是表达了过去那个远古社会，就是父母亲对于子女的那种归乡的那种期盼之情呢。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呢，就是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来表述一方面就是让大家翻译母语，然后呢，回顾一下就是先讲，就是说它过去海洋发展的一些脉络，然后呢，海洋这个经济交流的一个重要的遗物，然后呢，还有一些文献对于这个海洋文化里面的经济体制的里面有关于钱币、贝币的这样子的一个报道，然后我们现在目前所能够收集的一些证据，然后呢，我们过去的环东岸的经济体制有可能就是从事黑桃的这个贸易，或者是支亚干的玉器遗留，然后呢，在这一个进行这一个海岸的经贸活动。那么日本人对于台湾的原住民族呢，也有相关的报道，也有相关的文献关于我们在经贸活动所流通的这个贝币跟毒物中的研究。这个呢是我们之前到南岛民族表演海神祭的一个影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然后呢，回到今天的课程重点，我们讲的就是阿美族多层重级信仰是怎么来的。然后呢，这个信仰里面当中呢，我们有16个神明。然后呢，我们呢这些地方的长辈呢，有针对了这个多神重级信仰的这个海神祭的这个部分，有提出了一个古调的一个传唱。那么它所传唱的内容里面当中呢，刚刚好也就是这16个神明的内容，16个神明的内容。但是这个是原来的歌词，现在歌词就是有经过地方的长辈有去做修正所以我们把原来的这一个词就是提供给大家做检索跟查阅。那么这个海神信仰，我们现在不全然的就是运用在全阿美族，但是呢，我们可以呢确认呢，它是撒拉塞氏族的这一个文化资产，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结构组织起来，变成现在投影片上所呈现的效应。然后呢，这些故事的由来跟口述是有根据的，是来自于1912年泰巴朗片假名手抄本，由当时的祭司 Garuraget 他所就是誊写，而 Garuraget 誊写这一本片假名手抄本的那个年龄是12岁，他上面有3个老师，一个是麻药，一个是达凤，一个是嘎地，3个祭司，然后将祖先所传的那个就是神职的一些内容，就是那个叫做什么，传承给他，然后他就是用日本人所教的片假名，然后呢将它写成手抄本，然后呢当时是写在宣纸上面，那么
现在那个宣纸已经烂了，然后这个手抄本是民国83、84年的时候重新誊写，然后所留下来的。然后这个故事的内容在手抄本的第1章跟第10节，第1章第1节到第10节，跟第1章14节到第20节。那么今天所讲述的这一个，它的多神重新信仰的由来，是来自于大洪水的传说，它从甲地漂流到乙地的一个过程所产生的一个文化遗留。那么这个文化遗留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他们在漂流过这一个隔离线的时候，他幸存了，所以他把甲地的东西带到乙地来，所以它是一个这个叫做原真文化，又可以称作叫母文化，也就是即多神重集信仰的原真性。那么它这个过程当中，漂流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阿美族晚期阿美族的物质文化传播的这个渊源以及发祥。那么这些故事呢，到近代的时候呢，也有人就是写成绘本跟故事书，甚至有戏剧，还包含这个今年的这一个联合丰年祭有2段哦，一个是发光的女人，一个是周记的古调的呈现哦，都慢慢的体现在我们的这一个的文化圈里面哦。然后这本书的作者是阿浪，然后出版的时间是2011年。好，那它的内容我们刚刚翻译也做解读过了。这个资料如果有需要的，我们就给凯婷再分发给大家，你们再去引用。但是引用的时候，请记得哦，要注意那个学术伦理，要刮胡林荣康，然后逗点2023年哦。然后出处是这一个，就是这个位置，出处就是这个位置，阿美族线上语言槽，然后一个 dash， 冒号，阿美族历史新视野多神重集信仰海神记啊，这样子的话你才不会有麻烦发生哦。那这些东西之所以产生，是透过学术的手段，然后呢，经过手抄本填调这个历史记忆的记载，然后呢，神话故事跟文献探讨所汇整而成。那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做个结论，就是说，我们发现有许多的案例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啊。倘若一个人呢，曾经经历过无助的灭世天灾之后呢，是有可能产生灾后症候群。那么，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不是在岸上，如果你把自己想象你在独木舟上面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人的力量是多么的卑微啊。那么当人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求助于神明了，你就希望神明来帮助你。那所以这个在心智的部分，是不是因为这一个现象所产生的那种泛灵信仰的行为论，那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验证它，那我们只能作为一个想象跟作为一个推演。再来，如果毛利人是从台湾扩散出去到纽西兰，那么毛利人跟台湾阿美族一样是多神重集信仰的海神文化，因为2016年毛利人来台访问的时候，他们提出他们的海神共有8位，而且都是有翅膀的天使意象。那既然毛利人是从台湾800年前扩散出去的，那么他们仍然保留住多神重集信仰的风俗，那说明了台湾是它的原乡，当然也存在着多神重集信仰。这样子的话，在信仰上才有它的一致性啊。再来，东昌部落的海神只剩下1个啊，或许是塞令，或者是嘎比。那这说明都有可能受到民间信仰所影响，可能就是来自于汉人的这种林默娘的信仰。那其间是不是有关联？那更需要说我们
后面的人是不是能够接续上，再更进一步的去探讨其间的关系。那目前阿美族还没有任何的部落能够完整的呈现海祭的全貌，所以尚难以查其多神从其信仰的文化特色。但是近年来跟随着独木舟的复振跟近岸的四航的趋势来观察，未来阿美族重返环东岸礼物交换带的文化是指日可待的。再来就是，若是从东岸的遗址以及地方的口述的口碑的内容来看，不难整合出荷兰治理时期以前沿岸交换的据点，可能就是环东岸礼物交换带的网络的一个贸易点。那把这些点就是串联起来的话，就是一个最初始的一个环东岸的一个经贸带。那这样子就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找出它多神从其信仰是怎么来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就是报道的这一个多神从其信仰的部分。当然范围有超出它的主题，因为目前我还在调整这个教学的这个内容跟方法。那如果有教的不好部分，也请大家多多担当，谢谢各位。有没有人要提问的，或者是要分享的？文康老师有讯息的有一些问题哦，前面也有。好，我看一下，这个字可以放大 ，OK。好，吉兰阿善是一个地名哈，这个讯息里面当中哦，绝望等于想死，这个是怎么讲？绝望的意思跟想死的意思。我开玩笑的啦，我开玩笑。了解，好像是不同形态的字词，好，然后再来就是吉兰阿善，它不是神语哦，它是这个山的名称，吉鲁都干鲁都是那个高山嘛，对啊，那一个新燕同学，那个吉鲁都干这个位置呢，它是一个高地高山，它是一个名词。然后呢，那个吉兰山是一个确定的一个地名，所以这个当然这个猫公的人可以认为吉鲁都干这个名称可以代表吉兰山，可以，但是可以作为代名词，但是它不是吉兰山的主词啊。那洪爱你的说档案可以再传一次吗？我会把上次跟这次的档案再传到那个凯婷那边，那你们再研究它。好，然后再来凯明说台湾大概发生了什么自然灾害，可以再多描述一下吗？洪水发生的时候这个问题，因为最大的一次呢，是我的第62代以前的先祖嘛，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感同身受。但是呢，我们后代就所面临的目前的这个是厄尔尼诺效应，就是所谓的圣婴效应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祖先过去所营造的环境生态有相当大的影响。那我现在在这里要表述的部分就是说，可能是题外话。我想要说的是，我们的祖先那么认真的在营造台湾的土地空间、山林的生态，但是呢，我们的政府呢，经常呢用高额的这人民所缴纳的所得税去盖了一些那种水泥化的工程。那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圣山的田野调查里面就发现哦，这一个我们的祖先种的那个九琼木所形成的人兽分隔线，它巧妙的把人跟动物的分开。那些动物呢，有些比如说荷兰所带来的爪哇牛的混血种，还有西部的这个赤足藻虾，它已经灭绝了。可是我们在人兽分隔线的周边，
却又发现到我们的祖先呢，他就是把它巧妙的保留下来。那说明了政府花了那么多钱，盖了那么多的堤防，盖了那么多的什么东岸的景观，其实它也耐不住我们的天灾，就是一夕之间的毁灭。那这样子，我们就是从经济学来看，你花了那么多时间，花了那么多的人民所缴纳的钱，结果到头还是共辜嘛。但是我们祖先很简单的种了那人寿分隔线，种下去之后，却又能够把生态保存得住。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原住民的传统生态智慧，其实它的效益可能会大于政府的所作所为。那基本上，如果政府不去重视原住民的这一个传统的知识，然后呢，就认为说资本主义可以战胜一切，那其实这样子对于台湾的人、生态跟文化上面的这个保存，其实是没有帮助的。就是我用这样子的来回答你，因为我不知道洪水发生的时候，它的那种情景是什么样的情形，但是就我的知识体系里面来看，跟我所知道，我们的祖先为了躲避洪水，他的所作所为，所以才能够保种嘛，保文化，然后呢，保了就是62代，至少有1200-300年啊。但是我们的政府花那么多钱，它一个公共建设往往没有几十年就毁掉了，所以这里面当中就有比较期间的差异性。好，以上就是我今天的说明，有没有要分享的同学或提问的？荣康，我想问一个问题哦，就是当时候洪水发生的阿美族有哪几个主要的氏族有幸存下来？这边我现在我所知道的就是比较确切，因为学术上面就是一分证据一分话，因为我所掌握的是撒那塞氏族的东西，但是我们又陆陆续续就是从那个衍生的典料里面发现到，洪水发生的时候不是只有撒那塞氏族有存下来，因为它有5个登陆点嘛，5个登陆点，所以巴厘岛的有留下来了，然后呢，那个咖喱阿万的也留下来了，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我讲这3个点刚好是北中南，北中南，然后所以这是涵盖整个东岸了，所以我们当然也没有办法去证明说还有其他的氏族有哪些啦，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我们到了吉兰山之后，发现有4个氏族，然后的遗留这是它的证据。然后这4个遗留呢，分别是来自于拿法拿万、巴利佑、还有巴吉达兰，还有撒那塞。那再来就是往南走之后呢，我们发现到这个旧香兰遗址旧香兰遗址那个有可能就是巴吉达兰的最南端。然后呢，我们又从巴厘岛的分部就是到达吉里达吉里，后来又打回到这个那个东昌所以说明了就是说北中南各有氏族就是有存在，但是其他的氏族我们可能就是要另外去找资料，可是这要花相当多的时间。了解，谢谢。对，然后讯息栏还有问题，讯息栏。对，那个新燕老师你好还记得全貌是什么？据文化学的体现还记第一个，它要有记忆，然后记忆呢，当然就是你要记得神奇然后呢，在过去我们知道渔团它要出海的时候呢，要那个凿鼻子穿耳的要拿掉，也就是说你有后代的才可以出海，所以那个没有后代的他就会面东把你的真阴部
遮阳布拿掉去晒太阳，然后呢要求子神，所以就是最古老的拜阳祭啊。所以海祭的全貌据个人所了解，就是说要有拜阳祭，然后整个海祭出海之前呢，一定会有骂仪去，就是来教化，就是说促进那个团队士气啊等等的。然后再来就是埃婆会出去，会跟那个船长讲说，出去要小心，要注意一些禁忌跟部落的嘱托。这些情节就是说，我们用想象的啦，用想象的去我们的口述跟我们去调查，去发现到有这些的那个情景啊，所以呢，再来就是说，海祭一定有贡品嘛，对不对？那我们这海祭是出去交换，所以是一个经贸关系，或者是你的组织、你的基因的这个跨域的移动，所以出海之前一定会有这个渔团会议啊，这些应该都是包含。然后最后上岸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集体狂欢，或者是物质交换，也或者是巫术。然后呢，上岸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呢，应该也会有一个集体狂欢，至少有一个拔犁木，所以这样子才可以体现出一个海祭的全貌啊。对，就所以海祭的存在，除了是祭祷海神之外，然后呢，依据我们对于阿美族的这种岁时祭仪的一个了解，那个通常都会把这一个过去老人家所做的事情都是融合在里面。对，所以基本上海祭上应该在看的东西应该是这些啊。当然，那个有的时候说的记不起来，当然用唱的古调会是一个很好的元素嘛。所以我认为海祭的全貌应该要包含这些元素才称为海祭。对，所以信燕，你的问题我是这样子来回答你。那你如果说要对海祭的全貌有所了解，那你可以从我出的那一本书，就是这一本，这样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当中呢，有做一些片段的这种记录。那这是大概30多年前，我跟我父亲，然后呢走遍了整个东岸所摘录的一些片片段段的一些资料，然后呢我们把它誊录进去的。那目前这本在国家图书馆有。那因为我第一出版我只有那个出10几本，然后目前我这边只剩这一本，那其他都是给图书馆的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还有没有人要提问？还有3分钟。老师，我来问一个问题好了。好，老师，因为那个在你给我们的上课好像有8堂到10堂课嘛，然后你在第2堂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洪水事件，那想说这个洪水事件想必是在你的研究当中是蛮占重要的一部分哦。那因为从圣经的旧约里面有讲到那个大洪水事件，然后全世界各地像有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啊、印度教啊、澳大利亚的土著，还有希腊神话都有这种大洪水的这个事件。那你怎么去综合它？就是说，它是同一件事吗？还是说地球上就经历了那么多次洪水？你怎么去看待它？然后怎么去，就是说，去在这个里面去取得平衡？因为，就从你的这个第2堂课来讲，这个洪水事件，因为它跟我们的生命起源有关系嘛，其他人都死了嘛，所以我想这是蛮重要的一件事。那老师你如何去看待这样子？在学术上面，全世界跟这洪水的关联就是涵盖的范围都很广。那目前学术界没有人有办法有定论说这个族群跟这个洪水它之间，洪水跟洪水之间的关联性，因为它是一种断裂性的落差，所以除了那种科学的那种检定的部分，它也是做片片段段的那种小东西的研究。但是我们也发现到说有很多的洪水传说，其实有没有发现到跟诺亚方舟有点类似？那这方面相同类似的情节，在文献的部分，我这边就超过有40件，都是有类似的。那事实上，我们这个
这个部分呢，又有一点类似像这样子诺亚方舟事件，不知道是巧合呢，还是呢就是剽窃，也或者是说引用，这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证明它。但是我在前面就说得很清楚，这只是一个萨拿赛，就是说在1200年前到1300年前中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只能片段的去了解说，它可能是最后一次那个晚期的阿美族，晚期的阿美族的这一个物质文化的一个发源。那这个物质文化发源现就是说，目前可以印证到，就是法利幼，还有萨拿塞、巴基达兰跟这个那法拿万这四个世系。那其他的世系的话，我们都不得而知，因为洪水已经将所有的人都阻隔了。就像我今天我才知道说巴厘岛也存在了，那我今天我也知道咖哩阿万也活下来了，所以我们只能去了解它的脉络，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说去把这个洪水跟洪水之间问题做一个连结。对啊，那个已经超出现在科学的研究范围那个的范围这样子。所以你这个问题我已经尽力，就是说尽了很大的力量，就是这几十年来一直在追真相。那我虽然所提出的资料都可以说是各位族人的第一手资料了，这样子已经没有办法，就是说再求出再更进一步的资料。那我可能会提出就是巴里湾山的那个有孔虫跟填调的一个资料，让大家就是再更深入。如果说你多听几节课的话，你才有办法更加的理解说，那为什么前面会讲到这个洪水的问题。对，好，谢谢老师。对，不好意思，那个我只能就是找出这样子的答案啊，因为我的那个因为研究的时间就是因为我白天要教书，然后呢那个我都是利用课余的时间去跑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接下来这个语言的这一个符号跟那个圣山的田野调查会是一个精彩的课程啊，因为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其实我有去圣山做过2次田野调查，对，然后有做出那个论文式的报告，所以应该是目前为止是最新的第一手资料这样子。然后你听到那个部分，你就会知道说我为什么会强调说洪水跟登陆，然后就是这2个点。你看我今天一直讲的就是洪水、登陆跟这一个那个海神信仰，那其实它这之间是有关系的这样子。那就只能这样子说明，然后有些部分资料呢，我就列为后面的部分再跟大家做报告。然后第一堂跟第2堂的课程，我就传给那个凯婷，然后就是大家给大家做参考这样子。那大家有没有问题？好。那就请李老师为我们做一个 ending。嗨，matangin dito ako kimas ni Longkang pagkanya i itiya iho alihay matangin dito ako hatini ay. Hao, harap papisaran si Longkang, si Ruji, si Rarakan, si Sera, si Nakao， 这2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好，那下一次了哈，下一次给我们说明就好了。好，这个很重要，因为有的人都好像是分类一样了，因为这个又是乳基的，他看，一个又是哪高跟什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哦，那这个是可能是有年代有关系。那我们下一次我们请龙康来治。哎，阿拉很的请龙康好，那你我打lamaan ko pa ini nila. Aw, dahil ito kavanaan nita, no sa manay haka ko halarualan no to asita. Sanay ko palo jaita asapi hapinangaw. Ani ni pala sato kavanaan tita ini
你其实no to asta 呀，早外 no 我们他们是阿米赛那过去了。好，谢谢龙康，谢谢你。来，谢谢老师，拍手。谢谢老师。嗨，妈妈。嗨，娃娃。谢谢老师。哎，谢谢各位同学，不客气。好。